别我们这看看去，看他们这边查查了。啊，微博干阿去。啊？微博干阿去。微博上去。阿去。阿去。对，去要不是这个。对，微博的。微博对呀，你不要动手啊！不是，你们爸爸。你不要动手！我拿东西，我搬东西。你搬个别的哎呦，微信他，我带不带？哎呦，啥关系啊？哎呀，去还去不让同事，别问这这没他妈出来。你看这，完了还有胡了那个，他妈是，妈的真是，这，你看这。没有的，还在谈呢。你，这个对。走，你看，这更偏静更。好好说话，没有个听懂的嘛，你好好说话。你要放开的是人走少了。人想为啥放开呢？他现在想抓了，想抓不是是了，晚上还可以将给羊圈抓开。你现在不是羊圈吧？是不是？你能听懂吧？羊圈里面还好抓，你圈里面抓。那现在羊圈抓。今天走放开了吧？放开让吃了嘛？咱能让吃呢？咱进不去是看嘛？我为啥要放开呢？谁家进不了？你这不是进不去啊？这是不是进不去？啊？这是不是进不去？你小伙子，你说。让他们实际上就6月30号早都下了，这个6月30号我们1月多我们就下了，这是7个月的时间了，就让你那6月多7月多的人时间长的200-300羊，以后再买了嘛。那吃胖永远你都吃不胖。到了秋天了，你们现在是到了冬天了，下岗呢，出来不掉。最起码它已经入增长。那国家的政策就不要执行了，你是死就知道。等着你们喂胖了，你们卖掉了，我们再执行啊。就等你们是减少，这不是这么道理。有羊多去了。有羊多的呢，我们家长都只要掏木头，我们全部抓。山里面基本好像。那我们也抓呢。我们都抓着呢。你们想把内线抓了这个？那为啥要先抓别人，不先抓你们？你给我说这个原因呢？你光抓一家子嘛？谁就抓是家子了？你咋知道我们就光抓是家子了？这抓过来，抓过来。你们前后。你几年都没有想去？听不听？你好几年都没有。我就不想。是啊，你年年过来抓一家子羊嘛，对吧？签了。你在这家地方你要抓的话也不说啥，那谁家那么抓？那我们做是这样的，你学的，你小伙子就是，哎，你先抓别人的，完了再抓他们家的。你别人来说，你先抓尾巴头的，再抓我们的，尾巴头驴吃白羊的，这摊面放着，你不抓，你抓我们的羊，别人还这么说的，对吧？别人这么说，你咋不说？你咋不说？你拿国家政策，国家15000呢，你咋不说？我们拿钱了嘛。6月30号我们就是执行了，我们就是早都把这个东西，现在你说。